講起銅鑼灣同跑馬地，大家諗起嘅會係繁華嘅商業區定係美食天堂？其實熙來攘往嘅熱鬧背後，歷史底蘊同樣精彩豐富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同遊古建系列計劃，承蒙發展局保育歷史建築基金撥款，舉行為期1年嘅資助計劃，培訓一眾青年社區導賞員，帶大家認識區內歷史建築。培訓過程入面，導賞員喺資深多媒體工作者嘅培訓下，掌握內容創作、拍攝同製作技巧。計劃亦邀請不同界別嘅專業人士分享，一同走進社區古蹟，幫助佢哋用不同角度設計主題路線，運用創意推廣歷史建築。透過錄像創作，以獨特嘅眼光發揮青少年嘅創意，展示銅鑼灣區至跑馬地區鮮為人知嘅歷史內涵。項目透過培訓以及古蹟同樂日，連結並整合區內歷史建築，加深公眾對古蹟保育嘅認知。各位以後嚟到銅鑼灣都可以循精心設計嘅導賞路線，尋覓古蹟，連結今昔，一齊漫步銅鑼灣寶貴嘅歷史軌跡。